便存在这梅花了来了。得我赏他一剑。那是带剑而到，与我追！小龙宝孙施少宇，曾与君子会上言，好报呀，好报！将我蛟龙的此报，我与得我西梅送，且把孙儿来。
备受惊了。还好，还好。请问公子真姓大名？我乃当朝水乡公子，骄好事业，请问你姓？小弟高德华，乃潼关总兵高廷宗之子。原来是高爷爷，令我父被同朝为官，这是不正的，也比你呀。死而不早，告辞了。慢，我来问你，这报税是怎样得来的？圣兄因何明知故问？非是我明知故问，你可知道？我这回花落到丛林，仿佛映出蛟龙精，上比我一身好本领。此怪怎为是怪异？你可该去走蛟龙峰。将士得力，潇洒成。且慢，我且问你，这蛟龙是谁先快决的？我闻汉酒之声过来，已被蛟龙下刀在地，自算是你先看见的。这就是了。既然我先快见，你不该得到此报。以我之见，趁你把人去了，你将报税留下了吧。像你那堂堂宰相公子，竟会说出这等话来？好话不听，将来只恐于理不理。难道叛逆不准？走吧。
本人当年死才岂敢！儿郎，过来见过焦太师。参见老太师。受礼。今生的高元帅休诞之际，老夫特地到此，也来为元帅作谢。本少担当不起。二来嘛，万有一事不明，得了请教。太师有何不明，请讲当面。请问高元帅，你府可有蛟龙报算？禀太师有的。请问此报从何而来？那小儿的话，江河蛟龙得来的。哦，是公子江湖蛟龙得来的。正是。请问公子江湖蛟龙，你可有亲眼得见？并无亲眼得见。那你这位知晓？听小儿诉讲。一面之事，岂可轻信？启禀老太师，向那蛟龙报帅，分明是我江湖蛟龙得来的，是什么一面之词，不可轻信？难道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不可。高元帅，此报的来历，你万不知情，得老夫来告诉于你。愿闻其详。你且听我道。那是我人讲好，去往蛟龙队营卫谁料，那蛟龙闻声而成，被我人三拳两肘，当道彻体，霎时间化为暴孙。那时间你儿的话入京大村，不闻青龙早报，抢劫了暴帅。我儿上写兵力，反被你子休说一番，有之不教，我看你枉为朝中大冤臣，又要血坑喷身出生，我用你来多看。请问太师，你儿将我蛟龙，你可有亲眼得见？老夫虽不彻查，怎能看见？公子一面之词，请不轻信。我儿从无放言。请问太师，你儿江湖蛟龙身旁大有多少人呐？家将数十名，我儿你单身一生，恰有我来。公子既能将我蛟龙，是算是武艺高强，何妨身旁大有家将40名之多，那蛟龙报孙，岂会让我儿抢走的吗？这个这是总算是我儿抢走了报孙，4个多人为我警察这来问我啊！高元帅，高听旨。有道是为贵元子，此报乃是我儿之文，今色实不瞒我，恐伤两家不亲。焦太师，官居其平，
为利三陪，岂可颠倒是非？你万事不犯，道孙既是我儿所得，断难证明。此次时来，你是居心不凡的了。小丞相啊，想那是焦公子被焦龙想倒在地上，比我粉身相救，哪有性命？今日你反倒口口声声要讨完报说你焦家就是这样蛮不讲理。苦恼，他无知此言不留情，气得老夫怒呼声。当初一贼有为民，难道此事做罢了？怒气不息，出府去。为几万分爱你不得，那焦勇上殿昏罪一本，是高元帅私通外寇，万岁龙爷大怒，就将高元帅推出门斩了。别走，咱咱也快了。母亲，
母子三个，快逃生去吧！逃生去！那焦勇带领生死一道，要将你满门抄斩。我快马行营带来报讯，我这次都有不便，告辞。将军，你将。
你快请他来了，哪里？
这姑娘不用爱他，买饭的将来，小计用笔。
头。多么小气接连，小女子滚进不及，怕的是那这次得知我身在贵府，岂不要连累了小姐？姑娘岂可放心，此乃是宰相府两那设置不管前来。宰相府，原来此次是宰相府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家老爷就是当朝家老丞相。家老丞相，闻听此言，梦一惊，想不到武昌这家门，急急忙忙此生真姑娘，姑娘啊，你何必往外移？姑娘，我即将你受了你我是此的慌张。小姐，想我出身名门，不知礼节，正好身居相府，故女想拜避小姐为尊家下。姑娘，你方才言道父母双亡，孤苦伶仃，就是为尊将相，也无切身之词。倘若你一人才华，由于接纳恶棍，怎生得了？姑娘啊，小弟为人多情啊你，扶困疾病一片心，今日将你来受累，何必度你心不定？
亲呐，哥儿呐，弟弟，弟弟，我们回去吧。
是什么呀，小姐？后会有期。爷妹，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小姐，你真心待我，我凌云之言再不相瞒。我乃忠良者，心高明君，这位天父老头今晚因此灭不非忠，后面你姑姑在家家将我这关，如今我要走了。你尽管因此我服。小姐，我母高定中，本是盖世忠良，你无教用，乃至造中奸臣，为向我家的去蛟龙报仇，害得我父母伤亡，兄妹擦山，为报这血海深仇，今晚因此内部苦心地中。小姐乃生命大义之人，方居放我一走，日后死当独报。
小姐，我兄长责怪于你，你是何盗出府去？后门是黑，出去不得。走！哎呀，小姐，你今日命我去买花鞋，后门钥匙还在我身边，快快拿来。高小姐，也是在此，你到身去吧。
这雅典人情，正好同饮三杯。呀，那边来了2名公差，这是为何？殿下那里？来了。这位卡官用的什么？好酒四杯，殿下此处可有便是？哦，我会便是。百姓听了，报朝这项消息，在西武村上，每一人要不发生，人各在苦山所动。如今这项出了告示，才能得救消息出来，从中有伤啊！孤山孤洞陈耀金先生我女婿同门，文告天下英勇欢唱以相救交全境。杀得怪兽从下为万罪经营与其争，言出必应付后悔，专等司法下民生。大明成化9年本瓦殿大有事，交有亲兵。好报应了！好报应！拿酒来！来了。里边野花正美，绿木采一朵来。你这位卡官好心智啊！饮酒怎么会赏花么？有酒有花，再算美事。好，取酒来。你可是高什么？高粱酒有吗？有。殿
剑郎将官献于正你们。我这里宁旨一定，烦你替我马玉下去。客官，老汉我这一走，无人困殿呐。我与这位客官与你困殿。你马玉回来，余下银两作为酬劳。好，那好，我去就来。你是金银爷们，兄长。爷们，你为何今日才到杭州？是嘞，瓦丈啊。去我家中可曾去过？去过了，据不是兄长一早出征去了，小妹我得到人外性命来的。此次命我进城去吧。那兄长，小妹于是与你商量。何事商量？兄长。肩上血
不远之际，故乡竟要大吉，陈家人想不到一笔夙愿，你别了呀！高家人变成小家生啊！
遇见这一
将我也是喝到夜幕3天英勇情事，难道我在此等死不成？事故到人你尚且退身，我不免在这黑暗之中磨成一条路来，能得苍天保佑，教引道生理为苦子。我咋是
我不免大声不讳，小姐视察同中，听说应声而来。教育我在哪里？小姐在何方？耳边响，我听得叫喊之声。莫非是那锁妖把我招进？竟不是心带怀，转情情。找一个洞角落，强人藏匿。莫非我此来一步，小姐已被捉妖帅？待我再大叫一声，叫小姐，你视察同中夸夸应声，有人救你来了。我才来了已救星，他为众门生不见人，关心恰把话来听，你是何人家高人？你可是焦小姐吗？奴家真是教育我。快快载我出洞去吧！来了，我今日面目往前藏。哎呦，你家的人，敌人哎！焦小姐，你在哪里呀？我两腿所愿跌倒在地，起不来了。休要惊慌，待我来搀扶于你。若要来了，小姐快甩对方，待我自灭了他。是。你若能胆敢进同送死，小爷爷再错英勇才此，休罪宽减。走打。小姐，
错要一辈之事，快快出来吧！多谢恩公。好生娘，这童内为我明亮起来，那是明知方官。原来是此。愿我有再生之德，先来恩公大酒，请上随我一拜。小姐，太前了。请问恩公真姓大名？死不留名。恩公既不留名，愿我也不便多问。只是愿我此生先来恩公大酒，待我禀明母亲再度报答。我再要救人，不忘报答，困死还不早。我带你出动去吧。多谢恩公。你天堂月落不去救，
地狱无门曹金兰来呀！将他人参拿，我想。弟弟，高家兄妹乃是女儿的救命人，你若斩了他们，岂不被天下人笑骂么？哎呀，一个是曹兵侵犯，一个刺客，怎能放得过？弟弟定要斩了高家兄妹，女儿心愿意死。啊！不可！还要前进！小姐正这次苦苦哀求，叫我死后下不休。有了，雷阳有，将小姐送下山去。女儿不去，去下去！嘿，滚！弟弟，你好汉我也，人将谁报不给你？岳母不诉上恩推陈，为报高家兄妹救命恩，从此我为相夫人。爷娘，我愿与忠良后代共生死。这般天涯人美丽，小子从哪里生气呀？高德华，事到事君，你将报孙留下，万事尽休，尚有本国不是，我许下50众多，快你兄妹二人，查此雁南飞道。蛟龙保算才村，青色在这孤山孤独之绝，正好叫你父子你